我敢話90%嘅人都唔知道糖醋里脊多加呢一步呢，就會外酥裏嫩，酸甜可口，連挑食嘅小朋友都會搶住食。下面講明白兩個重點，小白做起身都唔會翻車。今日呢，首選嘅就係呢隻裏脊肉，佢嘅肉質比較鮮嫩一啲，而且價格只需要18蚊一斤。唔知道你哋嗰邊係咪都係呢個價呢？然後呢，我哋將佢切成小拇指嘅長度。切好之後呢，我哋就加一啲鹽、一啲胡椒粉，再嚟啲蔥薑水，撈拌均勻，醃製一下。呢度呢，我哋就唔好再加料酒啦，因為料酒嘅味道好難揮發出去。醃入味之後呢，我哋再加入一個蛋清、一啲香油。第一個重點嚟啦，碗入邊加100克麵粉、100克澱粉，然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攪拌成酸奶狀，然後再嚟上1殼食肉油。咁樣呢會使麵糊更加之順滑，仲會更加之酥脆。然後倒到醃好嘅肉度，攪拌均勻，等每嚿肉都可以裹上麵糊。麵糊入邊呢，大家千祈記得唔好再加雞蛋啦。雖然話加咗雞蛋炸出嚟嘅顏色特別好睇，但係回軟嘅速度呢亦都特別快。油溫5成熱，我哋一條一條落鍋炸，大概炸個2分鐘，然後撈起身。將油溫再升高一啲，再將肉絲復炸20秒。跟住呢，第二個重點就嚟啦，鑊入邊加入1大殼番茄醬、1大殼白糖、1小殼白醋，開大火熬開，熬至濃稠。用呢個糖醋汁呢，仲可以做糖醋魚、咕嚕肉，都係非常唔錯嘅。然後倒入炸好嘅里脊肉，翻炒均勻，讓每條肉都能夠裹上糖醋汁。咁樣睇起身既有光澤又非常之有食慾，食起身呢酸甜可口。屋企有挑食嘅小朋友，呢個糖醋里脊可以去試一試。關注麥廚，每日都係家嘅味道。